主后2024年12月18日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脱离律法的约束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罗马书第7章第1节到第6节。兄弟姊妹，我是对恁捌律法的人伫讲，恁敢毋知，人活地的时，才受律法约束。举一个例来讲，结婚的妇人，丈夫要活地，就受律法约束，归属丈夫。丈夫若死，就无搁受即个律法约束。所以，丈夫要活地，妇人若甲别个查甫人做伙住，为互人叫做淫妇。丈夫若死，伊就无受即个律法约束，伊甲别个查甫人做伙住，嘛毋是淫妇。我的兄弟姊妹，亲像安尼，恁甲基督的身躯结合，甲伊同死，已经甲律法断绝关系，无受约束，会当归属别人，就是迄位对死人中搁活的基督，互咱通为着上帝结果子。咱照人肉体的本性伫活的时，咱犯罪的欲念受律法激起，伫咱身躯的骨质体运作，结死亡的果子。毋过，现在咱已经脱离律法，甲迄个束缚咱的断绝关系。安尼，咱服侍上帝，毋是照律法的旧方式，是照圣神的新方式。脱离律法的约束。保罗强调，人活地的时，才受律法约束，因为安尼，对伫遐个因为受洗甲基督同死的人，律法的效力就无法度搁再约束因。为着安尼，基督徒的行事做人，也无搁再依照律法条文的旧方式，是依照圣神的新指示来侍奉上帝。保罗以婚姻做例，谈论着律法上的限制。男女的婚姻是一个关系双方婚约的关系，彼此拢受法律的约束。假使丈夫死，做妇人的就无搁再受法律的限制，成做自由的人。伊若要再婚，也袂受看做是犯奸淫，受到责罚，因为死亡已经互人脱离律法的限制。保罗用安尼说明，已经受洗的基督信徒，也因着甲主同死，脱离律法的约束。律法并袂因为死亡受废除，因为安尼人的死亡，律法会失去伊对人的效力。也就是讲，受洗归入基督的信徒，无搁再依循这个律法条文伫活，是依循圣神的新指示来生活。这点甲前一段经文中，保罗讲到对罪的奴仆变成做义的奴仆，意义上是相款的。保罗指出，犹太人想要用克己遵守律法的方式，蒙得上帝称义，这是行袂通的，因为律法反倒会激发人犯罪的欲念。举例讲，当人看到有贼还袂担，请莫去下网去卡，这个警告标语的时，往往会激发搁较想要去甲网甲卡的欲望。直到当咱去网去卡的时，就违背这个警告。若安尼遵守律法，通达到受称义的想法，面对长搁恶理解的律法条文，一无细字违背，就必然陷入罪责。律法反倒转诚侪咱受定罪、远离称义的可能。保罗指出一条新的路。当受洗诚侪基督信徒的时，因着上帝慈爱的恩典，
就脱离律法的约束。照着信耶稣基督，咱受认为是义人，毋是倚靠这搁长的律法条文，反倒当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受称做义。保罗提醒咱，新的生活是倚靠圣神的新样，毋是靠着语文的旧样。总是咱却真容易搁再落入固有的心态，用一种行善积功德的态度来面对信仰。咱可能掠做无够虔诚，欠缺祈祷，无读圣经，就无法度得到上帝的帮赞。搁甲参与聚会和服侍当作是一种绩效，为着要互上帝看见，搁得到称赞，这就也是保留对价关系，认为只要奉献有够济，祝福也对你会搁较济。按照圣神的新样行做，是出自咱的甘心乐意，毋是为着求得当顶的好处，也毋是带着罪疚感得做，独独是为着回应上帝白白赏赐的恩典。保罗也特别讲到，当咱无搁再依照律法条文的旧方式，是依照圣神的新指示来侍奉上帝，就当结出圣神的果子。默想，活在恩典之下的我，是毋是有按照圣神的新指示行做，还是还活在律法条文的旧方式？活在恩典之下的我，是毋是有按照圣神的新指示行做，还是还活在律法条文的旧方式？咱同齐来祈祷，恳求圣神帮赞，互我无搁再满心战战兢兢就近上主，反倒是会当坦然无惊，甲上主亲近。奉主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